就来看这个228抗议的风波继续咧炭烧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台北市府举办的228纪念会致辞的时阵讲，身为台北市长，伊为76年前发生伫大稻埕天马茶房附近的掠婚的事件，进一步发生全台湾的228事件，来致上上届诚心的道歉。也毋过，228国家纪念馆昨暝发文章来强调讲，这全台湾228事件冲突，并毋是天马茶房附近的掠婚的事件所致使的。走访了228纪念馆。上阵了后，头一摆徛起228纪念活动的讲台，现场真侪人伫咧抗议。台北市长蒋万安228风波继续咧谈。身为台北市长，我深深为76年前发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茶房附近的弃烟事件，进而导致全台228事件的历史伤痛，致上诚挚的歉意。就是这句话，互228国家纪念馆暗时就铺文强调，228事件毋是天马茶房附近掠婚事件所致使的全台湾冲突。你敢给我卖私烟？不管是影片、相痕228天马茶房，捌描述台湾当时的冲突现象。228国家纪念馆暗时铺文讲，当时军情一权一权，政治两党含接受背叛，经济统治，民生困苦，社会变动，含文化差别。未来台湾的军警威风丧势，甲台湾民众的文化袂合，互相才会对立冲突。一个历史事实，我想任何人对228事件有基本的了解的话，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市长描述的是事实那至于说228事件之前有什么样子的历史的氛围或者政治的氛围，那显然不是一个市长在228纪念的同时，他身为一个台北市长，他应该去自慧的。我愿终身守护这民主，更期盼台北市民不断的鞭策我，不忘历史殷鉴。身为蒋家后代蒋万安，除了爱更加了解228事件，要安怎付出行动来安打受难者和家属的伤痕，这门课会真做是蒋万安这4年的必修课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